限一到，你要拿不回解药，老子就把那小妞一刀宰了！不会吧，这样的地方也有人住？在家断狱，擅闯贵府，还望主人恕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一定是有一个女子住在这里。她为了什么事如此伤心，竟然远离人间？她一定每天在这里顾影自怜，实在是令人神伤啊！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不免玷污了家人，我应该死在外面的湖边上才是，不然有后人来到，看到我的遗骸，还以为是家人的枯骨呢。
看着姑娘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啊，神仙姐姐，小生段誉今日能睹芳容，死而无憾。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逍遥子谓秋水媚书，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神仙姐姐，洞中的确无日月，但人间真的至乐也吗？叩首千遍，供我驱策。神仙姐姐，你要我可以牵个头啊？999、1000，汝既叩首千遍，自当供我驱策，终身无悔。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每日卯午酉30，务须用心修习一次。神功既成，天下各派武功皆尽为汝用。学成下山，为吾杀尽逍遥派弟子。又要学武，又要杀人，这不可以啊！神仙姐姐，这不可以啊！啊！北冥神功，西人内力，还有这种武功啊！凌波微步。这个不错，用来逃跑比较好。要是我学成了，就不会被人家抓住了。哎呀，钟灵姑娘，哎，神仙姐姐，你让我朝5晚3次练功，我听你的。可是如果别人不打我，我就不去吸人家内力。那个凌波微步，我一定好好练的。别人打我，我就会溜之大吉，这样就吸不到别人内力了。神仙姐姐，我还要去救钟灵姑娘呢。等事情办完了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
此谷杀无赦。哇，这么狠性断的，天底下那么多性断的人，你哪杀得完呢？哎，果然跟众人说的一样。公子姓段。晚生姓段。你说小女她怎么了？哦，灵儿，她遇上什么事了？宝宝，哎呀，这孩子，他一出去就闯祸。哎呀，好端端的进贤儿让人给杀了。我丈夫他回来了，他比较多疑。哎，段公子，你先躲一躲。晚生正想拜见前辈。哎呀，过来！嘘，你躲在这儿，千万不要出声，听见没有？宝宝，宝宝，进贤儿死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宝贝，哎呦，奶奶的，是那岳老三干的。我让进喜儿去接他，让他管岳老三叫三老爷。嘿，岳老三不干，非说自己是岳老二，一会儿就把进喜儿的脖子咔嚓给拧断了。哎，咱们安安静静在这谷中待了10年了，我昨不出谷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非要请那4大恶人来闹个天翻地覆的？宝宝，我的老婆，我请4大恶人来，还不是怕你被那姓段的他？你还是忘不了那件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想打死我，一了百了算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宝，我不该，我说错了。谁？谁呀？你是谁呀？躲在我家里干什么呀？又是个小白脸啊！宝宝，你知道什么呀？这位公子是来报讯的。对，报信的。你报什么信啊你？那臭小子，油头粉面的，我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。是啊。你，快说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姓段，特来报讯的。姓段，又是个姓段的。你爹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段誉，大理人士。我的父亲是段正淳。你父亲是段正淳？正是。你是段正淳那个混账的儿子！不许你辱骂我父亲！我就骂段正淳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混账小子！我就骂段仇！你若跟我父亲有仇，应该光明正大的去骂他。你背后骂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我父亲就在大理城中，找他容易得很。为什么在自家门口那块牌子，说什么姓段者，入谷就杀无赦？我不是怕斗不过你爹，我是怕我的宝宝。我是个胆小鬼，我是个胆小鬼呀！段公子，令尊这些年身体可好？一切都顺心吗？家父安好，诸事平安。那就好。走吧，请公子带路，我和你去救灵儿。伯母要亲自去救？那太好了。伯母治得了闪电雕的毒吗？不能治。那救不了佐子木，他们不会放人的。我不会救人，还不会杀人吗？走吧。
哦，段公子，你爹他有几个姬妾呀？一个都没有，就连我母亲也没有跟他住在一块儿。那他是不是每天还勤练功？这么多年，武功是否大有长进？是啊，我父亲是每天都练功，但他功力怎么样，我就不懂了。他武功没搁下，那就好。哎，公子，你怎么一点武功也不会呢？这，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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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啊！万成，宝宝，10多年了，我钟万仇没有亏待过你，你怎么还想着那个段正淳？你为什么不躲剑？你故意不躲剑是不是？段公子，我不去救灵儿了，他自己闯的祸，让他自己听天由命好了。哦，对了，段公子，你告诉佐子木，就说我丈夫是当年纵横江湖的马王神钟万仇，我叫甘宝宝，外号不太好听，叫俏雅叉。如果他敢动我女儿一根毫毛的话，我们夫妻俩绝对会手下无情的。是，晚上这就去传话。段公子，等等。哎呦，你把这东西交给你爹，请他出手救我女儿。可是要我爹出手，自然是救得了钟姑娘，只不过我要赶去大理，我怕来不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借你一匹好马，你往前走5里，那儿有座房子，你去跟那里的主人借马，就说我让你去的。记住，一定要把这东西交给你爹。有人吗？什么人？晚生段誉，奉万劫谷敲药叉甘宝宝之命，特来借马。你借马？为什么事啊？钟灵被抓了，我赶着去传信。钟灵这小妮子又闯下什么祸了？既然是甘宝宝的面子，你就自己去牵马吧。这马叫黑玫瑰，你办完了事尽快还我，我不见你。你牵了马，自己离开就可以了。那我就多谢姑娘了。我办完了事情，立刻将马送还给姑娘。这，就这个，不要追了，那不是他，去他家。那位姑娘有危险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给她报信儿。姑娘，快走啊！有要害你，快走啊！快！姑娘，他们进去了。姑娘，他们是来害
害你的，你要小心啊！这下都算你老大！上来，快收拾！哎，快收拾！你干嘛？哎，过来！姑娘，要小心啊！走！姑娘，哼，小贱人，看你跑到哪里去！你不敢去救人，回这儿干嘛？我知道姑娘有难，当然是赶回来先救你了。救我？就凭你？当心平白无故送了你的小命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大丈夫行事，但求义所当为，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凭你这点能耐，也敢自称大丈夫？嘿！抓住他！姑娘，你现在可以放我下来了吧？哎呀！你怎么动不动就打人啊？我不跟你走了，你快放了我！你现在服了吗？还敢不敢自称大丈夫了？不服！大丈夫就是大丈夫！再不放我可骂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胆子你就骂吧！这10多年来，我还少被人骂吗？你快放了我！你这个疯丫头！我就是不服，我就是大丈夫！怎么，你还不服？你不说话，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，让你永远都说不出话。喂，疯丫头，你真割还是假割啊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要是割下来了，你有本事装回去吗？这个我还没试过，今天正好拿你试试。哎，别！你真要割下来了，那一定装不回去。这个不用试了，这个我知道啊。算你聪明。哎，这样，这样。姑娘，后会有期了。不，像你这种疯丫头，还是后会无期吧。驾！就！跑马儿，快跑啊！不要让他追到。马儿，你别回去啊！你别回去啊！啊，好马儿，好马儿，别回去啊！别回去，别！好大的胆子呀！私自逃跑不说，竟敢偷我的黑玫瑰！我又不是你的仆人，要走要留看我的心情，谈不上什么私自逃走。至于这黑玫瑰吗？哎，疯丫头！不，姑娘！
娘，我好话说尽了，你到底去不去救钟姑娘啊？你对钟灵倒挺好。我师傅说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个个只会花言巧语的骗女人。男人的话一句也听不得。你休想骗我跟你去救钟灵。哎，喂，姑娘，你要是不去救钟灵，就没人能救她了。那她一定会被佐子木杀了的。他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？你和钟姑娘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是不是？把斗笠摘下来。你穿上这件斗篷，倒还挺像个姑娘的。要是再撞见别人，人家也不会误会我们一男一女。姑娘，你伤口还疼不疼？废话，我在你身上割2刀，看你疼不疼。姑娘，无量山剑湖宫是不是在那边？好像是啊。你要去那里吗？装什么傻？你不是盼着我赶快去救钟灵吗？要去，快点上马。啊，是，多谢姑娘。抓紧了。哦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等救出钟灵，这小丫头一定会跟你说出我的姓名，你不许听。好，我不听，我保证不听。就算听了，也不许记住。好，我就算记住了，也想办法忘了。无量剑派就在前面了，我们待会儿悄悄地过去，救了钟灵就逃，怎么样？说得容易。怎么逃法？你和钟灵骑了黑玫瑰就跑，无量剑派他们追不上你们的。那你呢？我给无量剑派逼着服了断肠散的毒药，佐子木说7天内毒发身亡，拿不到解药，我逃也是没用的。既然你服了毒药，为何不先设法给自己解毒，却来给我报讯？我本来以为黑玫瑰脚程快，报个讯耽误不了多少时候。你到底是生来心好呢，还是个傻瓜？我想各有一半吧。我不会逃，也不会骗人。我跟他们要钟灵，要解药，他们不给，我就杀人，杀到他们给为止。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佐子木呢？快让他来见我们。
小人不知灵鹫宫圣使驾到，多有冒犯，请圣使恕罪。什么灵鹫？快让佐子木来见我们。是。哎，灵鹫宫可能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。无量剑派佐子木，恭迎2位圣使，恭祝天山童姥万寿圣安，万寿圣安。起来吧。是。那钟家小姑娘呢？带她来见我。是。戴钟灵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松绑。是。松绑。钟灵，快过来。你又是什么人？你，圣使面前不得无礼，老人家叫你过去。过去就过去。启禀圣使，属下被这小姑娘所养的闪电雕咬伤了，毒性厉害，请圣使开恩。姐姐，童姥的灵丹圣药就给他一些吧。多谢童姥大恩大德，多谢圣使恩德，属下共有19人被毒雕咬伤了。伸手。内服一些方可解毒。是。姐姐，走吧。我们走吧。恭送2位圣使，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恭祝童姥他老人家万寿圣安。木姐姐，多谢您和这位姐姐来救我，可是我还要留在这儿。留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儿等段大哥，他去找我爹爹，可是还没有回来。哼，姓段的，不会来了。不会的，他说过他会来的，就算我爹爹不来，段大哥也会回来的。臭丫头，男人的话你也信？段大哥不会骗我的。你段大哥没骗你吧？段大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的。不许这样！木姐姐，你怎么会和段大哥遇见的呢？段誉，我的名字，反正钟灵这个臭丫头会告诉你的。不如我自己告诉你好了，我叫穆婉清。穆婉清，水木清华，惋惜清扬。哼，姓得好，名字更好。好过你这一段木头，名誉极坏。我段誉呢，是名誉极好的誉。他在那儿，在这儿，婆婆，他在这儿。小贱人，看你往哪里逃！都追到这儿来了，能耐不小啊！把这个贱人拿下！快走啊！穆姑娘受人家围攻，我们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穆姐姐自有脱身办法，你不用担心，走吧。穆姑娘，你先走吧。我如果负了穆姑娘，非做人之道，好她敌不过围攻，我再爬好言相劝，说不定可以挽回大局的。你这呆子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走吧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钟灵，你自己走，不许拉他。再不走，我就射你眼睛！
射你3箭。段大哥，你自己小心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小贱人受了伤，大家一起上！啊？怎么办？走！哎！小贱人，跑到天边，我也能追上你。我看他们逃不远，从这边追。是。悬崖，黑玫瑰，不要怕，跳过去。那小贱人和那臭小子就在崖上，这回他们一定跑不了了！快！喂，你们别上来，很危险的。哎，快！千万别让他们上来！哎，别再上来了，再上来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再上来了，我真的不客气了。呀！木姑娘，不好了，我刚才杀了2个人啊！不，是3个人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无故杀人，罪孽可大了。谁？那个金主死变？此人武功了得，你快想办法逃命吧，不用管我了。不行，这人上去就糟了。奶奶的！你不要再上来了！你这么大块的石头没有？这一砸下去你就没命了！你快走吧！臭小子，你竟敢对我无礼！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！你再上来，我可就要扔了！你敢！你小子还真敢呐！啊！哎，木姑娘，那个人好厉害，我们快跑吧！来不及了，走！啊！想跑呀！哎，他逃不了了！你要干什么？嘿，老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恶神，武功天下第这个哈哈！2个小娃娃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头了吧？啊！原来尊家叫做南海恶神，武功天下第，那个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。在下这几天遇到了不少的英雄好汉，以尊家的武功最为厉害。我扔了几十块石头，居然1块都没有打到你，真是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小子本领细作，眼光倒还不错啊！啊，好了，老子就饶你一条命。那你连木姑娘一起饶了吧？我不行，不行。小煞神孙三霸是你杀的，是不是？不错。那孙三霸是我的心爱的弟子，你知道吧？杀以前不知道，杀以后知道。那你怕不怕我呀？不怕。你竟敢不怕我？怎么，4大恶人中的岳老三
要和一个身受重伤的女子动手吗？江湖上的人都说南海恶神是个大大的英雄，不要说是受了伤的女子，即使是无力还手的男子，他都不会欺负，是这样的吧？这话有点道理啊。是啊，而且我还听说南海恶神是4大恶人之首，但是有人却叫你月老三。要是依我的话，应该叫你月老大才是啊。哎，你小子真是聪明啊！你知道我岳老三心中的委屈。当然了，这岳老大是不可能的，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岳老二嘛。是啊。好，岳老二英雄好汉，不杀受了伤的女子，就饶你们一条小命。不过听说你立下个规矩，不许别人看你的容貌，看到你容貌的人，你要不就杀了他，要不就是嫁给他，这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干嘛要立下这怪规矩啊？这是我师父让我立下的毒誓，否则师父就不传我武功。那我就是要看看你的容貌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你再啰里啰嗦的，我不但要看你的脸，连你全身底线全都挖个精光。你过来。你是世上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，希望来日不要负我。你要看我容貌，得先问我丈夫。你嫁人了？你丈夫是谁啊？你知道我立下的毒誓，这个人已经看过我的容貌，我不愿意杀他，只好嫁他。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！哎呀，跟我走！你带我去哪里呀？你别管那么多了，现在赶紧快的叩头，求我收你为弟子。你求我立刻就答应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说要收我为徒，一个说要嫁给我。哎，刚才呢我没有注意到，现在我仔细这么一看呐，你看，你脑后的后脑骨跟我的完全一模一样啊！真是武学的奇才呀！我决定了，决定收你为徒。你们几个干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，滚出来！你们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恭喜我收了个好徒儿啊？你来说个小贱人的！她是我徒儿的老婆，谁敢抓她？奶奶的，都给我滚开！滚开！老大在叫我，没空跟你多说了。徒儿，待会儿有空再来拜我为师。呀！怕了吧？你们要是再敢上来，我就一个一个把你们脖子全都扭掉！哎，催什么催啊？干嘛催这么紧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乖徒儿，我要去那边，你乖乖的在这待着，不许走开啊！幸亏姑娘机智，才将这个大恶人骗走了。我没有骗他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丈夫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以当真呢？怎么？你不要我？你嫌弃我？穆姑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穆姑娘，穆姑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段郎，你怎么了？像是短肠散的毒药已经发作了。段郎，你可不能死啊！段郎，只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，像你这样美丽的容貌，我也嫁不了多久了。不，你是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，
你死以后，我就划破脸，不让第二个男子看见我的脸。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人呢？从你冒险来给我报信，我就一直忘不了你。那群奴才围攻我，你根本不会武功，却不肯一个人逃走，我心中十分感激。倒是应该感谢南海恶神，他恶心办好事，成全了我们。刚才形势紧急，你是出于无奈。我发过的誓怎么能更改？你要是不愿意娶我，我就一箭射死你，然后我再自尽。说，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？我肚子好疼啊！快说，你愿不愿意做我丈夫？欧尼，那我就扭断你的脖子。好啊，你扭好了，反正我也无力还手。不过，你要因为我无力还手而杀了我的话，那你就坏了南海派的规矩。那你是什么？我就是乌龟儿子王八蛋。不错。好，哎，干什么？快放开他！小子，我非收你做徒儿不可。可是现在我要去那边山头会几个人，没有功夫跟你在这儿干耗。你要记住，要是不来拜我为师的话，你老婆的小命！快走，走啊！你丈夫要是不赶紧来拜我为师的话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丈夫又不会武功，怎么能从这么高的崖上下来呢？万一他要是摔死了，你这一生一世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徒弟了。说，这话有道理啊！你们俩过来，你们两个到那边高崖顶上把他背下来见我。可不许伤他，他可是我选定的徒儿。快去！是。快点！是。记住了，一定给我记住了。站住！还是请段公子跟我一起回无量宫吧。不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奉陪了。恕罪，恕罪。拿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带我去哪里呀？滚出来！那小子呢？怎么不带他过来拜我为师啊？小人到了那边的山崖上，山崖上不见有人，到处找不到。段郎，段郎不会摔死吧？是不是你们去迟了？那小子已经摔死了。小的在山谷中仔细查找过，没有见到尸体。那他还能飞到天上去啊？你们两个混蛋，是不是找死啊？求恶神饶命啊！快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哎呀，喂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呀！放我出去！本门内功与各家各派内功相反，凡曾修习内功之人，务须静忘己学，专心修习心功，否则两功互冲，立时癫狂呕血，诸脉俱废。
这功夫简直是损人利己，吸取别人辛辛苦苦练成的内力，这和搜刮别人的钱财据为己有有什么分别？这莽古朱哈又出来了，这回又要死多少人呐？这莽古朱哈是万毒之王，据说谁要是能吃了它，就会万毒不侵。吃它，嘿嘿，不被它毒死就得谢菩萨了。这北冥神功，既然是神仙姐姐要我练的，总有它的道理。再说神仙姐姐怎么会做损人利己的事儿呢？段誉呀，段誉，你这么想，简直是亵渎神仙姐姐呀！哎，凌波微步，这可是个逃命的好方法，名字取得也文雅。就练它吧。哭什么丧？哭什么丧？哭丧的来了！老子在这儿等你很久了。我的儿啊！他叫你儿子，是你老娘？胡说八道！这婆娘是无恶不作叶二娘，总有一天，老子这个雅号，凶神恶煞的雅号，一定跟他对调过来。恶人就恶人，还什么雅号啊？哎，那第一恶人和第四恶人又叫什么？这个乖宝宝，我就是你娘啊！别哭了，乖。装什么蒜？要弄死他，早点就算完了。心肝宝贝，别怕那个丑八怪，他打不过你娘的。你看你呀，白白胖胖的，多可爱呀！我一定会把你玩够了，再弄死你。现在还舍不得你呢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小姑娘，听说你老公不要你了，那不如就跟了我吧。老四，你个色狼，你给我住手！这个不错，待会儿送饭的人一进来，我只要这么斜走几步，绕过他，抢出门去，不就能逃走了吗？我得记熟这几步，免得到时候走错。你又没徒儿了，我和小妮亲热亲热都不行吗？我徒儿死与没死，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被你害了啊？我连你徒弟长得什么模样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害死他呀？那我徒儿哪儿去了？他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拜师？你徒儿肯定是被他害死的，不然怎么连尸首都找不到？你听听，你听听，连我徒儿的媳妇儿都这么说，难道冤枉你不成吗？我丈夫的后脑骨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天资也跟你一模一样的聪明，这个世上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十全十美的徒儿了。荣鹤偏偏跟你作对，你还不去替你的乖徒儿报仇？好呀！哎呀！
来了，都惊着我的乖宝宝。宝宝乖。外来人呐！抓你！外来人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呢？那个恶婆娘偷了我儿子，快帮我追！哎呦！啊！乖雕儿，乖雕儿，你咬我！臭婆娘，把我儿子还给我！你又是哪来的家伙？是不是你把我的乖徒儿给藏起来了？这不是无量剑派的掌门人佐子木先生吗？剑法稀松，生个儿子，倒是乖灵可爱啊！原来是无量剑派的掌门呐！嘿，左掌门，这位无恶不作叶尔娘，就是皇帝的太子，到了他手里也是一样不还的。左大掌门，你走吧。叶二娘，请你把儿子还给我，我再另外给你找3、4个小孩来。你要想要回你宝贝儿子的话，那就去
把那个姑娘的眼睛挖了，来送给老娘。哼，怎么样？无量剑在大理也算是名门大派，没想到他的掌门人却如此卑鄙。段公子呢？他在什么地方？段公子，哪个段公子？啊，段公子被这婆娘的兄弟给害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我杀了这群恶人，为段公子报仇。公子给他们害了。孩子，好！孩子，多谢。叶二娘，段公子在哪里？哼，我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了呀，也不会跟你说的。这位姑娘，段公子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被云中鹤害了？段公子被那婆娘的兄弟给害了。啊！南海恶神，你快放了穆姑娘，办不办事可以商量。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啊，穆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穆姑娘，啊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想打的话，多打几下好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别哭了，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个南海恶神呢？你到底是来找他的，还是来找我的？我就是怕那个恶人再把我的心上人带走啊！讨厌，就会说好听的。婉妹，我可不能再把你丢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哎，别这样，有人在。啊？哎，人呢？哎，你别逗了，这里哪有人呢？仗剑行千里，挥躯赶一眼。朱四哥，公子，我们是奉命接公子爷回去的。你这次出来，可把大伙担心坏了。我们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这才赶到无量山来啊。都是我不好，辛苦朱四哥了。父亲和伯父他们生气了。哎，皇上和王爷的脾气你应该很清楚啊。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不生气了，而且还很挂念你。这次八天石也来了，八叔叔也来了。他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去追那个恶女人去了。他让我在此留下来等公子。咱们这就回府，免得两位王爷惦记你呀。原来你一直都在这里啊？我只顾看书，却什么也没看见。穆姑娘，来，我给你引荐，这是朱丹臣，朱四哥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朱丹臣见过穆姑娘。朱四哥，公子，咱们走吧。穆姑娘如果愿意，也请到公子府上去做客吧。啊，现在就走啊？那咱们就一起回去吧。
不想跟他回去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太好了，我正不想跟你回家呢。我师傅让我少见生人。啊，我去牵马。别呀，那马蹄声一响，你那个蛛丝哥就会知道了。我们还是别骑马了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走。待会儿吃完饭，你得跟我说你的7天7夜到底上哪儿去了。你要是敢不说实话，看我不收拾你！我哪敢骗你啊！我7天7夜呢，日夜都想着你啊。就会油嘴滑舌。哦，还有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被毒雕咬了，还吃了一只有毒的蛤蟆。哼，撒谎都不会撒，谁信你的鬼话呀？句句真话，绝不撒谎。你再说。哎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傻子，你能跑过马吗？